20度嘅，要連續一個禮拜，即係咧連續一個禮拜嗰個溫度都超過20度咁樣啊，先至會開。咁我哋有一日嚟嗰日嘅話咧，其實係冇20度嘅啊。你見到有啲花苞啊，咁咧就好啦。咁我哋跟住咧就去下一個行程啊嚇，下一個行程。咁啊，下一個行程嘅話咧，我哋就叫做慈恩寺遺址公園啊，係個公園嚟嘅。咁咧就去到嗰邊嘅話咧，嗱，你行嗰個公園又得，有啲花草樹木啊嚇，又有啲鋪頭嘅。咁咧隔離有個商場啊嚇，叫做車道喺邊啊？係叫做大悅城啊。啊，因為我哋訂嗰個飛響嗰頭，佢要嗰個飛嚇。咁咧，所以嘅話咧就係呢一個咧就係你可以睇呢一個花草樹木嗰啲公園啊，市集嚟咯，係啦，好吸引啊嚇！咁即係講幾句先啦嚇。咁咧就睇完你可以睇下嗰啲花草樹木啊，即係行個公園。你亦都可以入邊間寺廟，因為我哋行程當中就冇包嘅嗰間寺廟啊，就叫大慈恩寺。但係嗰個大慈恩寺咧就要收入場飛嘅。幾多錢入場飛咧？個寺廟就10蚊啊，即係超過65歲嘅中國公民就唔使錢，你攞證件入就得啦。咁又有座塔，嗰個塔咧就叫做大雁塔。嗰個塔嘅話咧，就建議大家就冇上啦啊！嗰個塔嘅話咧好高嘅啊。咁佢嘅話咧有64公尺咁高啊！你上去嘅話咧要落翻嚟㗎，好高嘅。嗰個塔建議就大家唔好咧就係上啦嚇。咁咧係啦，你想行商場，因為個公園附近有商場大悅城，亦都有公園嚟行公園又得，入嗰間寺廟大慈恩寺亦都得。好，咁我哋咧就會有啲時間俾大家咧係活動嘅自由活動，咁就係我哋行程當中嘅大慈恩寺遺址公園。咁啊睇完呢個大慈恩寺遺址公園之後咧，我哋嘅晚餐嗰個餐廳就係響我哋落車嗰度附近嘅啫，唔使翻上旅遊巴噶啦，叫做西安飯莊啊，嗰個地方叫西安飯莊嗰間餐廳啊嚇。咁咧我哋就響嗰邊咧就食晚餐，食完晚餐。我哋夜遊嗰條街就係西安飯莊嗰條街啊！其實咧嗰個大唐不夜城咧就喺大雁塔附近嘅啫。即是話一陣間我哋落車之後行完個公園食完飯夜遊完再翻上旅遊巴啊！清唔清楚？即使係要夜遊完，可能咧成8點左右，8點或者8點打後先翻旅遊巴嘅。咁咧就大家就準備下，因為咧即係早晚溫差有少少區別啊嚇，你睇下需唔需要攞呢個外套嘅啊？咁啊要用嘅嘢，大家咧都準備下啊，到時候會同大家講啊。去到嗰個慈恩寺遺址公園，你行公園想行公園嘅喺邊度？商場你想行大悅城商場嘅喺咩位置？你想入嗰個大慈恩寺啊，係喺咩位置啊？咁咧就自由解散啦。咁咧就會約翻個時間就集合，就一齊咧就去食飯。食完飯就直接咧就喺餐廳門口嗰一個街咧就係大唐不夜城啦。夜遊完，我哋再翻上旅遊巴啊！即係話咧，我哋一陣間落完車再上旅遊巴，係夜遊完啦啊！咁咧都8點打後再翻上旅遊巴嘅啊，清唔清楚？啊，清楚咁 OK 啦嚇！咁大家咧就準備下啦。咁咧嗰條街嘅話咧，人流量都比較多嘅嚇。咁啊，大家行街嗰陣時咧就係注意翻人身安全、財物安全啊咁樣嘅嚇。咁咧就準備下啦，你睇下需唔需要帶外套啦？咁咧就而家比較熱，我哋再上翻旅遊巴係晚黑㗎啦，晚黑夜遊啊，可能涼少少啊。建議大家咧就你攞件外套啦嚇，你而家可以着短袖，但係攞定一件外套啊，有備無患啊！好似今日朝頭早向兵馬俑係咪有突然間咧就有啲雨粉喎嚇，即係咧落幾滴雨嘅話咧就風嘅話咧就比較涼啲啊！好，大家就準備下咯。落完車之後咧係晚黑食完飯，行完夜街8點打後再翻上旅遊巴嘅嚇。係啦，一陣間導賞耳機大家都帶埋下，同大家講點行水嗱，團友們你需要水，因為時間比較長，水啊擺喺前邊嗰個位置，邊位需要嘅話就自己落車就自己攞下。